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30，马太福音5章60安尼讲：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三甲来祈祷，赐阮生命丰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予阮生活无欠缺的主，是赐阮富足的上帝。主，你对阮讲，谦卑的人要得到这，找求耶和华的人要学乐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活着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常常看家己是欠缺，阮认为家己的生活无别人的好，阮常常感觉无满足，直到阮的心无法度快乐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无搁看家己是欠缺，无搁为着得到搁较济来无快乐。恳求你，予阮存谦卑的心，予阮因为有你来心满意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用谦卑的心伫主的面前，掠伊做咱生命的满足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